至於我自己有冇後悔買入呢一隻手錶呢？個答案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人生第一隻勞力士啊，就係隻 Datejust 41，型號係126334。呢一隻錶係我喺2018年向 AD 嗰度一手買入返嚟嘅，咁當時嘅公價呢係6950英鎊。呢一隻錶大概就跟咗我7年幾啦。咁今集我就想俾大家睇下呢一隻錶嘅傷痕啊，睇下用完7年之後個 condition 係點嘅樣。而另外呢，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嘅用後感啊，講下呢一隻錶有啲咩我係特別中意啦，同埋有啲咩地方呢，我係希望佢可以改善嘅。而最後我亦都會分享下我有冇後悔買入咗呢一隻手錶。首先講下點解我會買入呢一隻珠帶加9亞圈嘅 Datejust 41先。咁當時2018年啦，我就考完咗 CFA 同埋 FRM 嘅 qualification。咁當時我係做緊 office job 嘅，所以我就覺得買一隻正裝少少嘅手錶嚟到慶祝呢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而 Datejust 41呢就真係最好不過啦，因為我自己就覺得9亞圈加珠帶呢一個設計呢，襯西裝真係一流。反而呢，如果戴嗰啲運動款嘅手錶呢，就好似格格不入咁。所以當時呢 Datejust 41對我嚟講係一個最好嘅選擇。而家講下呢一隻錶嘅基本規格先。Datejust 呢個系列呢，主要有4個 combination 可以俾你揀啦。最平個組合呢係光圈加板帶，之後貴少少呢就係光圈加珠帶，而再貴啲嘅呢就係9亞圈加板帶。同埋最貴個組合呢，就係9亞圈加珠帶。而我最近都做咗一個市場調查啦，叫大家去投票揀你最中意嗰隻 Datejust 嘅組合。而最多人揀嘅呢，都係9亞圈加珠帶呢一個組合。根據勞力士嘅官方網站，呢一隻錶嘅直徑有成41mm 啦，但係我戴上手呢個感覺就似一隻40mm 嘅手錶多啲，厚度呢就大概12mm。至於機芯方面啦，勞力士就用咗佢個3235機芯，有日曆嘅功能啦，同埋有70小時嘅動能儲備，仲有100米嘅防水功能。有一點大家都要注意啊，自從勞力士改善咗佢個機芯，將動能儲備提供到去70小時之後啦，好多嘅勞力士手錶嘅錶盤喺6點鐘嘅位置呢，都會多咗個皇冠嘅 logo 啦。不過你會見到我呢一隻 Datejust 41喺6點鐘嘅位置呢，係冇一個皇冠嘅 logo 嘅。咁點解會係咁嘅呢？會唔會係買咗假嘢呢？咁就絕對唔會係嘅。我而家就喺條片度放咗一啲喺2018年喺勞力士官方網站 capture 出嚟嘅相啦。咁大家會見到勞力士嘅官方網站嗰啲 marketing material 啦，喺6點鐘嘅位置呢，都係冇皇冠嘅，淨係印咗30呢一個數字，咁就同我而家呢一隻手錶咧係一模一樣嘅。咁點解當時用咗新機芯，但係都冇皇冠呢？我自己就覺得有2個可能性嘅。第一，勞力士喺未出 Datejust 41之前呢，佢係出咗一隻 Datejust 2嘅，而呢一隻 Datejust 2呢，亦都係用藍面嘅設計啦。咁我自己就覺得可能勞力士想用埋佢之前 Datejust 2嗰啲貨尾嗰啲錶面啊，咁就將 Datejust 2個錶面呢擺咗落新呢隻 Datejust 41上邊。而所以呢，嗰個6點鐘嘅位置呢，都係未有皇冠嘅。而第二個嘅解答呢，就係可能當初勞力士 update 咗佢個新機芯嗰時呢，佢未諗到響6點鐘加個皇冠嚟到分辨新舊機芯嘅手錶。所以如果大家係打算喺二手市場度買入一隻 Datejust 41，而嗰隻錶嘅錶款呢係2018年，同埋6點鐘嘅位置係冇皇冠嘅話啦，大家唔使即刻驚啊，話覺得呢一隻錶係假嘢。因為當時2018年呢出個款呢係真係咁樣嘅樣嘅。不過據我所知，自從2019年打後呢，個錶面6點鐘嘅位置呢都已經轉咗做皇冠啦。所以如果你見到一隻2019年嘅 Datejust 41 6點鐘嘅位呢仲係寫住30嘅話呢，嗰隻錶就應該有少少可疑，大家要留意下。By the way， 我個 Instagram 而家向住6000 follower 進發啊！如果大家係想睇多啲手錶嘅資訊啊，同埋睇多啲靚相嘅話呢，記得 follow 埋我嘅 IG @KCTimeshare 嚟到支持下我呢一個頻道。而家想俾大家睇下呢一隻錶戴完7年之後嘅損耗程度。咁我相信大家最 concern 嘅呢都係個錶圈啊，因為個錶圈係用貴金屬 white gold 嚟到整啦，
而貴金屬咧比起不鏽鋼係會比較軟熟，所以好多人咧都會擔心會唔會驚話好容易刮花或者撞崩咁樣。咁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，我呢一隻錶個九亞圈咧，基本上都同新嘅冇乜分別。你會見到嗰啲角位咧，全部都係好 sharp 啦，同埋成個圈咧都冇乜話好明顯嘅花痕嘅。咁我呢一隻 Datejust 41都有成7歲有多啦，都可以保持到咁嘅狀態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大家冇需要擔心，因為個 bezel 係貴金屬整咧，而特別容易刮花或者撞崩嘅。至於機殼方面，由於成個機殼都係用咗個拋光嘅處理手法啦，咁所以對比起一啲用拉絲嚟到打磨嘅機殼嚟講呢，係會比較容易刮花嘅。咁特別係側面嗰兩面啦，你係會見到都幾花下嘅嗰隻錶。至於響錶帶方面，我呢一隻 Datejust 41就跟咗條珠帶啦。咁珠帶嘅好處呢，就係每一格都比較細啊，咁同埋每一格呢，都係用咗一個曲線嘅處理啦，咁所以對外界嘅接觸呢，就會比較少，而由於呢個嘅關係呢，佢係會少啲機會刮花嘅。咁你就咁驟眼睇落去我條錶帶呢，你都唔會覺得話點樣特別花下嘅。但係去到錶扣個位呢，就真係完全兩回事啦。大家會見到錶扣嘅左右兩側係用咗一個拉絲嘅處理手法啦。而中間個位咧係突咗出嚟，同埋係用一個拋光嘅處理手法嘅。所以平時用電腦啊，或者就咁擺隻手上張台嘅話咧，嗰個拋光個位咧都係會接觸到電腦啊或者張台嘅，而好大機會會刮花。咁大家都會見到啦，我喺中間拋光嗰個位咧都其實係花晒嘅。講到呢度都同大家順帶一提啊，你見到喺我條片度用嗰啲真皮 cushion 雲石錶座係一間叫做 Wristonomy 嘅公司出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購買咧，可以用我個折扣碼 KC Timeshare 嚟到攞85折優惠。Anyway， 而家想同大家分享下戴完7年之後，我覺得呢一隻錶有啲咩地方係值得欣賞嘅。第一，Datejust 呢一個系列咧，真係要揀九亞圈啊，因為呢個 fluted bezel 咧真係做得好靚，喺唔同光線打落去咧，你會見到佢反晒光咁樣，同埋真係好似喺度發緊光咁樣。咁呢一種嘅感覺呢，我真係未喺其他手錶嗰度感受過，所以九亞圈呢，我覺得係真係抵讚嘅。同埋如果大家真係考慮買 Datejust 嘅話呢，我都會建議你考慮九亞圈呢一個錶圈。而我第二特別中意嘅呢，就係個錶面啦。咁藍色呢個鐳射放射紋嘅錶面呢，真係好靚嘅，特別係喺唔同嘅光線打落去啦，佢會有一隻唔同嘅藍色走咗出嚟。咁喺暗啲嘅光線睇落去咧，可能會係覺得似黑色啦。但係如果太陽直接打落嚟咧，你就會見到一個好 sharp 嘅 bright blue 啦。同埋個錶面帶出一個好高貴嘅感覺啦。咁襯起佢個九亞圈加珠帶同埋完全拋光嘅機殼嚟講咧，我自己就覺得真係一流嘅。而第三，我就覺得嗰條珠帶咧係真係好抵讚。咁主要有兩個原因啦。第一，因為每一格咧都比較細啊，咁就好容易可以校到條錶帶咧，可以包到你隻手腕係包得好貼手，同埋戴得好舒服嘅。而第二點啦，頭先都同大家分享過嘅，就係由於個錶帶嘅設計啦，所以佢係唔係話好容易刮得花，所以就可以保持住一個好好嘅狀態。不過呢一隻錶咧都有缺點嘅。咁第一樣我唔中意嘅地方呢，就係成隻錶真係太過 sharp 啊，因為拋晒光咁樣啦，再加埋九亞圈珠帶嘅設計呢，基本上就真係成隻正裝錶咁樣啦，咁就好難可以襯 T-shirt 牛仔褲咁樣出街，或者短袖衫就難少少嘅。咁我多數都係返工着恤衫啊，或者去人哋嘅婚禮啦，先至會揀呢一隻錶嚟佩戴嘅。咁通常禮拜6日呢，都唔會揀呢一隻手錶嚟戴。咁喺疫情之前啦，我都通常一個禮拜都會返足5日工啦，咁都好多機會會戴呢一隻手錶嘅。不過自從疫情之後咧，好多公司咧都係俾我哋在家工作啦。咁如果係在家工作嘅話咧，我都多數唔會揀呢一隻錶嚟戴，咁可能都會揀下隻 Submariner 啊，或者隻 Oyster Perpetual 嚟到戴。咁由於呢一個嘅關係咧，我就覺得隻 Datejust 其實就冇咁 versatile 嘅，冇咁百搭啊。咁呢一點咧，大家都要注意。By the way， 你喺我條片度見到我用嗰啲 watch roll 同埋 watch case 咧，全部都係一間英國嘅公司 Smith & Rowe 出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購買嘅話，可以用我個折扣碼 KC15嚟到攞85折優惠。
而第二點我希望可以改善嘅呢，就係個 bezel。如果佢個狗牙圈可以用不鏽鋼嚟整嘅話呢，咁就一流啦。點解我會咁樣講呢？咁雖然你見到我呢個 bezel 用完7年之後都仲好新淨啦，但係其實都真係有機會會刮花啊或者撞崩嘅。咁如果喺嗰啲咁嘅情況出現之下呢，你有兩個選擇，一係你就重新打磨過啦，或者你就可以成個 bezel 換咗佢。如果係個狗牙圈嘅話呢，我自己就真係唔建議去重新打磨過個 bezel 嘅。個原因係你一打磨嘅話呢，你就會 lose 咗佢嗰啲 sharpness 啦，咁嗰啲角位呢就會開始變圓啦。而你永遠呢都唔可以去翻原廠狗牙圈出嚟俾你嘅感覺。所以如果俾咗我嘅話，一係就唔做，一做嘅話呢，我就寧願成個 bezel 換咗佢。咁由於狗牙圈呢個 bezel 呢係用貴金屬嚟到整嘅，咁所以如果成個 bezel 換嘅話呢，係會比較貴啊。咁如果勞力士係可以出一個不鏽鋼嘅狗牙圈嚟講嘅話呢，我自己就覺得一流啊，因為我可以唔使驚刮花啊撞崩，因為就算係撞崩咗，都可以用一個比較接受到嘅價錢嚟到成個 bezel 換，咁就會戴得安心啲。而第二點，我希望勞力士可以改善嘅呢，就係呢一隻錶嘅夜光功能。咁你會見到12點鐘個位有勞力士嘅 logo 啦，3點鐘有個日曆嘅功能。咁由於呢兩個嘅關係呢，呢一隻錶喺12點鐘同埋3點鐘嘅位呢係冇夜光物料嘅。咁喺夜晚睇隻錶呢，你就會見到兩個吉咗嘅位啦。咁你睇落去呢，就覺得好似有少少唔順眼咁樣。咁如果勞力士係可以喺12點鐘同3點嘅位呢，都可以加翻少少夜光物料嘅話呢，咁我就覺得隻錶會 balance 啲，會靚啲。狗牙圈加珠帶呢一隻 Datejust 41呢，我自己就好中意。咁如果大家係有儲開錶啊，或者係有玩開錶嘅話呢，我就覺得大家係不妨可以試下買一隻上手嚟到試玩下嘅。不過啦，如果你淨係諗住買一隻手錶，或者人生淨係買一隻勞力士嘅話呢，我就覺得呢一隻錶就應該唔係太啱你嘅，因為呢隻錶啦，始終都唔係話咩嘢場合都可以戴得上手。咁例如係短袖衫、T 恤、牛仔褲嘅話呢，我就覺得難啲可以襯托到呢一隻手錶啦。咁如果你係得一隻手錶嘅話呢，我就會建議你買一啲比較 sporty 啲嘅款啊，或者可能考慮下Explorer 啊、Oyster Perpetual 嗰啲系列。咁嗰啲系列呢就比較百搭啲。至於我自己有冇後悔買入呢一隻手錶呢？個答案係我有後悔嘅。後悔嘅原因唔係因為我唔中意狗牙圈啊，或者唔中意珠帶，甚至唔中意藍色呢個錶面啦。而我後悔嘅原因呢，係我買大咗個 size 啊。咁呢一隻 Datejust 41係我人生嘅第一隻勞力士啦。咁自從我買完呢一隻錶之後啦，我嘅品味都有啲改變啊。咁我就覺得一啲比較正裝少少或者斯文少少嘅手錶，就例如 Datejust 啊、OP 啊或者 Explorer 呢啲錶款呢，我自己就比較中意一啲細少少嘅 size。咁呢一隻錶就41mm 啦。我自己呢，而家個 preference 就係36mm，所以我係後悔當初係買41mm，唔係買36mm。所以我上年呢，都喺 AD 嗰度買翻一隻一模一樣嘅 Datejust 啊，藍面、狗牙圈、珠帶，但係個 size 呢係36mm 嘅。咁我相信我拍完呢一條片之後呢，我都應該會開始幫呢一隻 Datejust 41揾一個新嘅屋企啦。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。如果大家有興趣聽我講多啲唔同勞力士嘅手錶資訊嘅話呢，可以睇下呢兩條片，同埋記得 follow 我個 IG @KCTimeshare 支持下我呢一個頻道。